中选会伫今日发布2024总统立委选举公告，宣告明年1月13日是投票日，预估选举人数会有1950万人。正副总统参选人会当由政党推荐或者是联署来申请登记，这联署的人数要超过289667个人。中选会是搁再强调，要独立参选的郭台铭阵营所提出的电子联署这款方式是袂当的，而且这联署书要符合法规，才会当受理。答出2024正副总统甲立委大选公告，中选会宣布投票日是1月13，有估选举人数大约1950万人，其中1028000人是头一摆投票。那正副总统参选人会当经过政党推荐，还是联署申请登记，内涵是289667人。中选会表示，联署书继续要符合法规，无接受鸿海创办人郭台铭阵营提出的电子联署。身份证是或者是用影印啊，或者是用扫描，那服贴在我们的表格上面，这个就是法律的规定。这几天呢，都在密集的跟厂商开会，去租全国各地的场地，然后雇用人力来驻我们的全国联署站点哦。我们要回归到最传统纸本的方式。传出郭台铭会伫9月14举行中华记者会宣布复出了后，佮到中选会中期，不过就要看在亚整合进度内定。那同一日，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启程出访美国8日，规划访问纽约纽特西华府旧金山，举办市场交易，也会拜会 ATI 共和国国会机关，各地布鲁金斯学会发表演讲。海洛西或者是麦卡锡吗？整个规划都在选办进行当中。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是举行第一场国政愿景发表会，公布0到22岁投资未来世界3阶段政见，包括提升使用幼儿送托者的补助，落实高中自免学费，经济政策信心适应假，完成上加工资法律法，加推动囤房税2.0。我们会提出0到6岁国家一起养2.0，6到18岁提出5个方案，来成就多元均优的教育环境，18岁到22岁来投资高等及技职教育。会不会担心高虹安冲击的选情？另外，民众党郭文地受邀出席台湾美国商会午餐会发表演讲，并无接受访问外界质疑。民众党连续表出党籍干部任务政绩，党秘书长就台地请示郭文地13会召开记者会，成立外部第三方平台，互党外会当列表举报党公职的不法行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